渣打馬拉松已經陪住香港人成長有14年㗎啦，有部分人咧就會每一年都會參加呢項嘅盛事，咁啊至於有啲人咧今年就係第一次參加嘅啫。至於你又係屬於邊一種呢？英華女學校係香港傳統名校之一，咁係1900年創立至今已經有110週年㗎啦。2001年開始擔任校長嘅李石玉如女士就會喺今年渣打馬拉松將會搞新意思喎。校長啊，咁今年咧學校就成立咗已經110週年啦。喺今年裏邊咧，你哋有啲新意思搞下咁喎。其實係㗎，我哋過去嗰幾年咧都有參加渣打馬拉松嘅。不過今年咧，因為我哋學校110週年啦，咁所以咧我哋就有一個比較特別啲嘅諗法。我哋好想咧動員到咧就係有110個人或以上。咁呢啲嘅參加者咧就可以係學生啦、老師啦、校友啦、家長啦咁樣去參加馬拉松啦。咁同埋都有個口號嘅，因為110係我哋110週年嘅即係呢個口號啦。咁我哋就好想係一生一次零的突破，咁就係110啦。周老師啊，你就係校長口中所講嘅教授之一啦。咁啊，其實點解咁多種運動唔揀，就要揀跑馬拉松咧？哦，因為我自己好中意呢個運動啦。咁同埋翻咗嚟學校教書，我本來係一個校友啦。咁翻咗嚟學校同同學一齊嘅時候，好想將一啲好嘅嘢同同學去分享。咁所以就參與咗馬拉松。咁啊，學校咧今年就動員超過110個師生咧，就參加呢個比賽喎。咁其實喺組織安排方面咧，有冇遇到啲咩困難咧？當然有啦，因為其實跑步作為一個個人興趣，我自己覺得冇乜難度啦。咁但係如果要推廣呢一樣嘢俾一啲從來冇接觸過嘅人嚟講咧，其實真係好有難度。因為對好多人嚟講咧，10K 都係一個遙不可及嘅距離啦。其實我哋會用我哋嘅經驗教佢哋咯，因為我哋自己都跑過，我哋都曾經經歷過呢個階段啦。咁我哋就會話俾佢聽，其實訓練真係好緊要嘅。咁所以我哋亦都開始咗由學期初就已經同同學一齊去訓練啦。咁我哋都邀請同事一齊㗎，包括校長。咁所以咧，我哋都希望佢哋持續開始，就唔會諗住咧打天才波。咁同埋我哋都會同佢分享咧，其實跑馬拉松真係人即係做人差唔多。咁你會遇到好多困難，好多時候你都會覺得有好多不可能嘅障礙喺你面前咯。但係你就要咬實牙根 keep going。咁你就會發覺咧，其實係得嘅，因為冇乜嘢咧係只要你唔停落嚟咧，其實你就有希望做完嗰件事咯。咁我自己就係憑住呢個諗法咧，就係跑完我第一次嘅全馬。咁所以我覺得 work 嘅，咁我一定會同我分享咯。儘管有好多個人咧都可以好似校長同 Miss Chow 咁喺同一間學校裏邊讀書啦、畢業啦，咁啊長大之後仲教埋書添啊！但係 Miss Chow 對學生嘅關懷，咁啊堅持將最好同埋最正面嘅長跑運動帶俾學生咧，就未必個個做得到啦。